呢個咧係我個眼影盒嚟嘅，你會見到我淨係用咗呢一格同埋下邊少少啦。我想表達啲咩咧？就係有時候我哋其實唔需要所有去令自己幸福或者係完美嘅，我哋只需要適合就能夠感到圓滿㗎啦。咁而人生裏面咧會俾到好多 option 嚟嘅，好多時我哋就係因為選擇咧而痛苦。一月咧，我俾大家嘅建議就係減少你嘅選擇。比較嘅時候唔需要攞咁多 option 去做一個比較，先知道你真正想要啲咩。一月咧，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地順從你心嗰刻嘅直覺啦，嗰刻想要嘅嘢咧，就去做一個決定啦。一月俾自己咧作為一個研究員咁樣嘅心態，去試一啲嘢，唔好去害怕咁多嗰個結果帶嚟啲乜嘢唔好嘅嘢，唔好去害怕自己踏出呢一步咧，你會受傷害或者有啲乜嘢危險。作為一個研究員咧，係提高少少你嘅視覺去睇，我做唔同嘅選擇，其實會帶嚟啲乜嘢迴響咧？歡迎回家覺醒嘅靈魂，我係 Venus， 覺醒之家伴你成長，助你開展靈魂使命。訂閱加入我哋一齊同行成長，助己助人，療癒揚升。今日咧想送俾大家1月嘅愛語同埋一啲鼓勵嘅。其實靈魂投身地球咧都係一個研究嚟嘅，所以就話咧我哋好多靈性嘅教學就話我已經知道咧我會體驗啲乜嘢噶啦，我已經知道咧我要經歷呢個課題噶啦，我已經知道我要開始呢一個使命，我已經知道同嗰個邊個咧會有點樣嘅關係，我哋最尾個結果會係點樣。雖然有啲書咧就話我哋有靈魂出生前計劃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同時都有一個自由意志，即係話你即使選擇要體驗嗰樣嘢，唔排除你會經歷其他嘅可能性，而嗰刻你可能會揀唔同嘅選擇嘅。咁所以即使我哋而家咧明白咗地球係一個遊戲嚟嘅，遊戲嘅重點係咩？就係你可以選擇啊嘛。咁如果你唔選擇，即係點啊？暫停遊戲咯。好多時我哋會猶豫拖延，然後幸福就流走咯。點解咧？因為幸福就係由你每一個選擇去創造出嚟噶嘛。咁當你延遲你嘅決定，延遲你人生嘅體驗嘅時候，其實你同時都係延遲緊享受幸福同埋進入幸福嘅一個機會啊。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有啲目標，或者有一個理想嘅人生咧，你係想將佢體現出嚟嘅話咧，要捉緊嘅就係你做選擇嘅機會。1月我俾大家嘅愛語就係盡情去做選擇，研究你嘅結果。每一個選擇咧，的確有佢嘅成本喺度噶吓，亦都有機會帶嚟一個衝擊俾你。但係每一個嘅衝擊，每一個嘅成本咧，都會令到你成為一個新嘅自己。你嘅人生好似一個土壤，而每一個選擇咧就係一粒種子。當你好謹慎地揀你嘅種子，同埋排得好齊嘅時候咧，你就會有一個咧好能夠 predict、好能夠預計嘅莊園啦。咁但係當你咧完全咩都唔諗，一嘢就抌啲種子落去，咁你就會有一個好豐富同埋多樣化嘅人生噶啦。其實無論你好謹慎地做選擇，或者好隨性地去做選擇，你都會有一個美麗嘅莊園，你都會有一個咧係好值得期待嘅人生。咁而呢兩者之間咧，其實都有灰色地帶嘅。你可以 plan 一部分，計劃一部分你嘅種子，你嘅決定要點做，然後咧保留一個空間係隨性去探索嘅。而你心裏面咧好謹慎、好拖延，同埋一直做唔到決定嗰樣嘢咧，包含咗你最重視嘅價值觀喺度。因為重要，所以你好想小心謹慎，你亦都好怕失去呢一樣嘢，或者唔能夠完美地承載或者保護佢。而呢一樣嘢咧，就正正成為咗我哋嘅負擔啊！價值觀好重要，但係同時令我哋腳步非常之沉重。夢想咁大，腳步就要細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你想盡快去達到你呢個理想嘅畫面啦，或者係美好嘅關係啦，好重要嘅就係唔係諗幾耐，而係你 plan 得幾細。如果你想又輕盈又快速地去實現你內心嘅嗰個使命願景啊、美好嘅關係啊、和睦嘅家庭或者健康嘅身體各個目標嘅話咧，我會建議大家去計劃每一個小步，每一個小嘗試，盡量攞多啲 data 去發現呢個世界我要點樣同佢 bargain，點樣去融合咧同佢。
好多時我哋會覺得咧，內心其實擁有咗創造外在實相嘅能力嘅，某程度上係真實嘅。但係我哋同時都要明白就係我哋嘅內在同外在咧係要有一個合作喺度，呢一個先係實際同埋實務嘅一個考慮。就係你想創造一個理想嘅工作嘅時候，你係咪都要了解下呢個社會其實有咩需求咧？而家或者而家呢個社會其實嗰個求職嘅狀態或者係聘請嘅狀態會係點樣咧？咩叫內在同外在合作咧？就係你內在創造嘅同時，你亦都要明白外在嘅現況係點樣，去做一個互相嘅調整咯。如果你而家卡喺瓶頸處，唔知點樣去前行嘅話，我會俾兩方面嘅建議你。首先你要揀你係一個想像力豐富嘅人啦，定係你係一個行動派嘅人呢？想像力豐富嘅朋友，我會建議你首先咧去 picture 一下你真正想要嘅係啲乜嘢，盡情咧讓自己冇阻礙、無拘無束、好自由地去構想你真正想要嘅係啲乜嘢。咁你就會完成咗你擅長嗰部分啦。咁通常想像力豐富嘅朋友咧，下三輪會比較塞少少啦。咁我會建議一個捷徑俾你點樣做嘅，就係你去揾一個同你思維係相反嘅朋友，去俾一個社會嘅鐵拳你，令到你清晰思考，其實你要落實夢想咧要做啲乜嘢。通常佢哋對你嘅一個打擊咧會大，但係同時咧亦都會推動你嘅實行嘅。呢個就係俾你嘅捷徑啦，去揾翻一個諗嘢好理性、好實務同埋係好催促你行動嘅一位朋友啦，去幫你分析你呢個夢想其實要點樣去落實嘅。咁呢個就會係一個比較捷徑嘅方式送俾你啦。咁假設咧你係一位行動派嘅朋友，其實你咧喺行動方面咧都好快嘅，甚至咧你係一個比較焦躁少少嘅人，你就會好期望即刻見到成果啦。如果咧你同成果之間咧有個距離，你就會頂唔順噶啦。咁你就會不斷諗要點樣去到達嗰個目標啊。但係宇宙向你問嘅就係，其實你知唔知自己真正想要嘅係咩啊？你係咪真係願意去花盡你全身嘅熱情同埋動力去做一啲無效嘅行動呢？有時候咧，行動派嘅朋友嗰個盲點就係話，你嘅行動有時唔係 align to 你靈魂嘅渴望嘅。咁所以你做完一堆嘢之後咧，你內心就會覺得，我咁努力係為咗啲咩啊？究竟我係咪向緊目標行㗎？你就會有一個懷疑人生嘅情況喺度啦。咁所以行動派嘅朋友咧，我會建議你喺行動之前去做一個初心同埋願景嘅構想先。所以行動派嘅朋友，我會建議你咧喺1月呢個時間咧，可以做下一啲願景圖。因為行動派嘅朋友咧，通常男性能量比較強少少啦，但係咧其實真正令到你嘅行動最後得到滿足感咧，係女性部分嘅你想要嗰樣嘢。行動派嘅朋友，你可以透過願景圖嘅形式咧，去幫自己見到你真正想要嘅係咩。因為如果我叫你去觀想啊，或者去圖像見到自己想要啲咩啊，真正你內心追求嘅係咩啊，你可能就答唔到噶啦。但係願景圖咧好 powerful 嘅，願景圖咧就係理性與感性嘅一個結合嚟嘅。因為你係揾嗰啲圖嘅時候係用理性去諗噶嘛，你輸入一個文字去叫 AI 或者 Google 揾張圖俾你啦，咁所以係幫你填補咗咧你想像力唔豐富啦，或者感受力唔強嘅呢一個狀態嘅。今個月送俾大家嘅愛語總結就係，你唔需要所有嘢咧去令到自己幸福快樂，你只係需要一個精準嘅選擇，讓你覺得此刻係圓滿同埋喜樂就夠啦。而喺做選擇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唔需要諗咁耐嘅，而唔諗咁耐嘅方式咧，就用一個研究員嘅心態。咦，我今次嘅選擇會帶嚟點樣嘅回響嘅咧？然後去收集一啲資訊，漸漸地去完善你成個旅程。咁當你唔延遲決定嘅時候咧，幸福亦都唔會被延遲啦。咁你可以咧創造一個更加豐富同埋多樣性嘅人生啦。你嘅人生遊戲唔選擇就係暫停遊戲，咁所以咧持續做一啲選擇，亦都唔害怕每一個選擇為你帶嚟嘅一個回響啦。呢段片係我新嘅嘗試嚟㗎，我都唔知會有啲咩回響，但係我都即管去做呢個選擇，睇下你會有啲乜嘢啟發啦。我希望呢段片咧都帶俾你一啲新嘅想法啦，同埋行動嘅一個動力啊！
多謝你睇到最後。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記得俾個 like 同埋留言一個你鍾意嘅顏色嘅心心，讓我知道你已經接收咗呢一個月嘅愛語啦。最後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我哋之後再傾過啦，拜拜。